小米同媽媽喺屋企睇電視，電視入面有好多唔同嘅國家。小米好奇地問媽媽：國字係點解㗎？媽媽話：今日我哋學國字，國係會意字，外面係一個大方框，代表疆界，入面係或字，代表用武器守護住。媽媽話：好耐好耐以前，古人話國字係一個地方，有人攞住武器守護住，就係國嘅意思。小米話：我明白啦，就好似有人守護住一個地方，就係一個國，好有趣啊。媽媽話：國字仲有好多用法，例如外國國旗、國歌。小米，你試下用國做個句。小米諗咗諗，大聲話：我愛我嘅國家。媽媽笑住為小米拍手。小米話：記住啦，大方框係疆界，入面有人守護，就係國。國旗、國歌。拜拜，下次見。